教去坐電單車啊？係啱龍騎呢仔，好嘢！咦？呢個咧就係你睇下你身後邊嗰個哥哥，係啊，哥哥又係佢變嘅喎，又係劍王變嘅喎。其實呢個係哥哥定姐姐我都未知啊。呢個見哥哥啦，如果佢係姐姐係再落嚟嘅入邊應該係。好，咁啊呢個就係劍王哥哥變過，咁佢叫咩名咧？係啦，啱咗啦，好嘢！好，最後啦，呢個咧就係陪住我哋長大嘅，冇佢冇今日啊！係啦，係啦，靚仔，好嘢！無面超人1號啊，快唔準係啦！咁啊，到時咧咁多代嘅無面超人咧都會出現喺呢個無面超人世嗰度啦。咁啊，三位小朋友都識嘅喎，咁啊記住咧，同埋啲同學仔講，嚟緊8月18至22號咧，亞洲國際博覽館咧就無面超人世呢個展覽同埋真人 show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頒獎。咁啊，雖然咧有啲小朋友冇答到，但係我覺得佢哋個心係一樣，因為對勢形式冇錯啦，係一隊參加一個比賽，所以佢哋係正式嘅。冇錯，我哋俾獎3位小朋友好嘛？好啊，劍王哥哥有咩送俾佢哋啊？哇！咁當然就係最新個而家佢哋率先得到喺呢個8月18至22號舉行嘅無面超人世嘅入場券啦！
都有限量啦，絕對。大家啦，無面超人祭香港2010現已喺快樂票同埋各福利琴行公開發售啊！大家亦都可以備份去到 Neway Club 用積分購入場券，可以俾大家近距離接觸到1:1嘅無面超人龍騎甲德王、劍王等，仲快啲去睇到香港首度公演嘅呢個全新劇目《無面超人大戰》咁啊！記住咧，就係8月18至22號喺亞洲國際博覽館同大家見面。今日多謝大家，拜拜。過